那我们上一堂呢是讲到第89页，就是显居论这边，那就讲到说呢，要不堕于损减世俗边，不危害影像之业果；要不堕于争议生意边，自为无自性，乃能有业果。那这里呢就是提到说，不要堕落到了就是损减的世俗边，然后呢也不要堕于争议的生意边。那对于说损减边呢和生意边呢，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因为无论说像是佛教的四部宗也好，或者说呢，藏传的四大教派也好，就是在解释空性的时候呢，或是在解释就是一切法的实相的时候，或者说在讲述真实义，那无论说是像四大教派也好，或是说四部宗义也好，那四部宗义里面呢，无论像是唯识宗呢，他在菩萨地里面，或者说在辩中辩论里面呢，也都是呢在的提到就是空性、真实性，还有说提到中道。那为什么一直要讲到中道呢？那在讲述中道的时候呢，中道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远离了长短二边呢，称之为是中道。那我们往往呢，就是在讲述到长跟短的时候呢，会提到说长边呢就是争议边，那断边呢就是损减边。那对于说长边、断边，还有争议边跟损减边呢，那这个呢，大部分是在现观的时候呢，会先有一个解释。那当然在讲述心类学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做一些解释，因为就以它本身是了知的体性来说的话呢，所以也会介绍到所谓的损减跟争议呢，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因为呢，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无论算是中观根本慧论也好，或者说入中论等等呢，这些所有的中观论点里面呢，一直讲到说中道，中道。那所谓的中道呢，就是要远离这二边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对于什么是损减边，什么是争议边搞不清楚，或者说什么是长边，什么是断边呢，没有办法厘清的话呢，那一直看到这些名词的时候，那自己也会搞不清楚。所以我想呢，可以先为大家先稍微解释一下呢，什么叫做争议，什么叫做损减，和什么是长边，什么是断边。那我们在讲述到争议呢和损减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争议和损减呢，这两者呢是在有为法跟无为法里面呢，它是属于有为法，因为呢它是刹那刹那呢会幻灭的，同样呢它也是可以断除的，就是因为它是有为法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心绪里面呢是能够断除的。它如果是无为法是常法的话呢，那在我们心绪里面就变得无法断除。所以第一个呢，争议跟损减呢，它在有为法和无为法里面呢，它是属于有为法。那在有为法里面呢，有为法又分为色法、心法和心不相应行法。那它是属于三者里面的心法。那在心法里面呢，就是有分别知和非分别知。那它呢是属于分别知。那在分别知里面呢，就是分别知里面呢，它是属于颠倒知和非颠倒知里面的颠倒知。我们看到增益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是增加的。就比如说呢，就是呃，它的就比如说没有羽毛呢，把它加上羽毛这种，就是增加的意思。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增益的意思呢，就提到说我们把非呢直成为是，或者说呢把没有呢直为有，就是非直为是，或是把无呢直为有的这种呢，就是称之为叫做增益。在讲述就是损减的时候呢，损减的意思就跟增益呢是颠倒过来的，就是损减呢就是把有的呢直成为无，或说呢把是呢直成为非的这一种呢就是损减，就是它刚好跟增益呢两者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它是把有直成无，或者说呢把是直成非，那这种的颠倒的执着呢就是所谓的损减。举例来说呢，就是我们平常呢会说，把生呢执为常的争议，把生执为常的争议，还有说呢，把人无我呢执成为有我的争议，然后呢，把非第实呢执为第实的争议。那这个呢，以上讲的呢，就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颠倒争议的这种条件，就是呢，他把生呢不是常呢，然后指使为常，然后呢，把无我呢指使为有我。然后呢，把不地时不成立呢，指使为地时，刚好就是把
非呢执为是，然后呢把无呢执为有，所以这一种呢一般我们就是把它称之为是争议，就是指身世常的争议，指人有我的争议，以及执持地时的争议。对于损减呢，我们一般都会讲说，像是对于执持三宝的损减，然后执持业果的损减，或是执持大乘的损减，就是把三宝呢，把它从有呢执为是无，或者说把业果呢从有呢执为是无。那乃至于说呢，我们是把就是大乘呢，就是把它指为非佛说的这种呢，那我们呢通常都是把它用作损减，就是执持三宝的损减，执持业果的损减，执持大乘的损减。不过这个中文在翻的时候呢，中文都是直接用毁谤这个词，就是毁谤三宝、毁谤业果、毁谤大乘。那损减跟增益呢，这两者呢是存在的，因为我已经说过，损减跟增益呢，它是心法，那它又是分别心，然后是属于颠倒的分别。那在讲到说增益边跟损减边的时候呢，增益边和损减边二者呢是不存在的，增益和损减是存在的，但是增益边和损减边呢是不存在的。什么是增益边呢？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把非地时呢执为地时呢，这种执持呢，就是执持非地时，执持地时不存在为地时的这种执持呢，它是属于争议。那它的单着境呢，就是地时成立的这一点，它所执持的定就是地时成立，所以地时成立呢是不存在的。那所以同样的呢，以损减来说呢，就是我们执持三宝不存在的这种损减呢，它是存在的。但是损减边存不存在呢？损减边不存在。损减边呢，就是讲到说三宝不存在，业果不存在，大乘不存在，这种呢是损减边。所以增益跟损减呢，它是有境。那增益边跟损减边呢，就是增益的单着境以及损减的单着境呢，是这边讲的增益边和损减边。所以增益和损减二者呢是存在的，增益边和损减边二者呢是不存在的。我们在了解了就是增益边跟损减边之后呢，那同样的呢，我们来看到长边跟断边。那所谓的增益边呢，就是长边；那损减边呢，就是断边。所以我们知道说，长边跟断边二者呢，也是不存在的。就像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地时成立这一点呢，它是增益边。那同样的呢，它也是属于长边。那我们一般会讲说，就是直持长边，或者说一般我们所讲的长直，或者说像是直持断边。那差别就是在说，我们在讲述长边跟断边的时候呢，那直持它的这种有境呢，我们会讲说直持长边或是直持断边。像是直持呢，普特伽罗是有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直持长边，也就是把长边呢当做境，那去直持它的这个有境呢，叫做直持长边，或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长直。但是呢，我们不会去讲说到说是直持增益边或是直持损减边。为什么呢？因为增益和损减它两者呢本身就是属于有境，所以呢只会讲到说增益边还有损减边，然后呢直持它的呢就是所谓的增益跟损减。但是长边跟断边呢，它是跟长边呢跟增益边呢是同义，那断边呢跟损减边是同义。不过我们会有讲的时候呢，会有说直持长边或是直持断边，就是讲的一般说像是长直等等。那这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要去了解到就是这边讲的长边或是断边或是增益边或是损减边呢？就是四部中义呢，其实无论哪一部呢，就是这种安利的方式呢，是全部都是共许的。那即使我们看像是一切有部，或者说以经部中来说的话呢，虽然说呢，它只承许所谓的就是人无我，但是它所承许的人无我呢，就是以它的就近的见解来说的话，以他究竟的见解来说呢，他也认为他们所承许的这个就近见解呢，是远离了他们所承许的长边，以及远离了他们所承许的断边，就是离开了他们所认为的长边跟断边呢，而成立了他们的就近见解。所以无论是四部中义的哪一部呢，一定都是承许说他的，无论说这个就近的所修，无论讲说是空性也好，或者说就是诸法的实相也好，
或者说它的主要所修有好呢，它一定呢是远离他们所认为的长边跟断边。那不要说是下部松，那乃至于到应成边，到应成派呢更是如此。应成派所谓的中道呢，就是远离了应成他们所承许的。他们所认为的长边以及断边，远离了长断二边之后呢，才能够去安立中道。那所以呢，就是无论哪一派的就近见解呢，一定呢都是远离了就是长边跟断边，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呢，一定是远离他们所认为的长边以及断边。那同样呢，以我们世间来说呢，也是一样，就是世间呢，如果我们说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不管说你这个团体的人呢有多少，我们说是3个人、5个人，乃至说100个人、1000个人呢，那都是一样的，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团体之后呢，你们必定呢会立下一个规矩。那立下这个规矩的目的呢，它同样呢也是分为，就是说这个呢是可以做的，那哪一些呢是不能做的，就是由此有一个规范。所以如同于此呢，四部宗义他在安立他的就近的见解的时候呢，一定是远离所谓的争议边跟损减边，或是远离了长边或是断边之后呢，然后才能够去安立他们就近的这个见解。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争议边呢，跟损减边呢，或是跟争议跟损减呢，我们把它和应成派的见解呢结合起来说的话呢，那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见一切法呢，就是见一切法自性不成立，然后把它一切法自性不成立呢，把它见为自性成立的呢，那这个呢就是争议。那他所见的呢，就是自性成立这一点呢，就是争议边。那这边见的意思呢，就是执持的意思，就是一切法自性不成立呢，你把它看为见为自性成立呢，就是把它执持为自性成立呢，执持为自性成立呢，这个叫做争议。那自性成立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争议边。那同样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它的损减边呢，就是见业果呢，因为呢它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看到业果呢是自性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看业果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把业果呢执持为不存在的这个呢是损减，那业果不存在呢就是损减边。所以这里呢就很清楚的呢讲到说，就是凡是有呢必定自性成立的呢，这个就是应成派的争议边。凡是自性不成立呢，就没有，那这个呢就是应成派的损减边。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应成派它所指的争议边和损减边呢，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这边在看到就是89页的第5行呢，就是显句论释此云呢，就是显句论呢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要不对于损减的世俗边，不为害如影像之业果。那这里就很明确的讲到说呢，就是不堕于损减的世俗边是什么呢？就是损减的世俗边呢，就提到说，因为一切法一切法自性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业果等法呢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堕入这一种损减的世俗边，不可以堕入说因为自性不成立的缘故，所以呢业果都不成立的这一种损减边呢是不可以堕入到这个损减边的。为什么呢？就如同说我们在讲述说镜中的影像呢。镜中的影像呢，它不是脸一样，因为呢，镜中的影像呢，它本身没有脸的体性，但是呢，并不会说镜中的影像呢，它没有脸的体性，它没有脸的这个体性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是会伤害到就是镜中的这个影像的作用，并不会的，它只会伤害到说我们把镜中的影像呢，其实是为脸的这一点之外，它并不会危害到镜中的影像它本身的这个作用。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一切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它并不会危害到就是世俗法，因为呢一切法虽然自性不成立，但是呢它还是可以透有名言去安立的，所以并不会堕于损减的世俗边，就如同呢不会危害就是像影像的业果，就如同呢业果呢，它不会因为说一切法自性不成立的缘故呢，它就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业果的作用，业果的法则就会消失，并不会这个样子的。这边呢，就是因为说大家对于说损减边跟争议边呢，就是已经比较清楚的话呢，所以在看这一段呢，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接下来呢，又讲到说呢，要不堕于争议胜议边，知为
为无自性，乃能有业果。那我们已经讲到呢，什么是应成派应成派呢？应成派他所讲的争议边呢，他所讲的争议边呢是什么？就是提到说，凡是有呢，就是必定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是他的争议边。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堕到呢，就是定呢要是自性存在的。因为凡是有呢，它一定是自性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我们透由这一点才了解到说，因为呢是没有自性的缘故，所以呢才能够安立业果。为什么？因为业果是存在的，一切的有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的，所以这边刚好你只要承许到业果呢，它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堕入到争议边去，因为你就不会指识到说业果呢它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当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堕入到争议的圣义边去。所以知为无自性，乃能有业果。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后面讲到说，若与此相违，说为堕长断二边。那这个呢，就跟我们一开始呢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道理呢是一样的。就这边呢，在显居论里面说呢，就是我们要不堕于损减边，然后也不要堕于呢争议边。但是与此相违，就是你与不堕于损减边相违呢，就是堕入于断边。那你与不堕于圣义边相违呢，那就是堕入于长边，所以就跟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呢是一样的，就是损减边呢，它本身和断边是一样的意思。那争议边呢和长边呢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直持长边或是所谓的长直和直持断边的意思呢，就是直持长边呢就是所讲的就是争议。那直持断边呢的意思呢，就是损减的意思，所以就跟一开始呢我们所讲述到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讲到说与此相违，就是与显居论里面所讲的，你和不堕于损减边和不堕于争议边相违的这一种呢，就是堕于长断二边。接下来呢又说忘记诸行非有，是为邪见。故无与非有，言虽异而无之形象，则无差别。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有的人呢又提到说呢，就是忘记诸行呢，它非有，就是他讲到说他是用非有这个词。那这边讲的诸行的行呢，指的是12缘起里面的这个第二支的行支。那就是说这边讲的行呢，并不是五蕴里面的这个行蕴，而是讲到说第二支缘起里面的这个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面呢一直在讲述到业果，所以这个行呢指的就是第二支行，也是在讲业的部分。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忘记呢，就是这个业呢它是非有的，那这个是邪见。那这边呢有的人他就是会去说呢，就是我承许呢业果呢它是非有，但不是无。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呢，故无与非有呢，言虽异，而无之形象则无差别。就是你虽然说讲到说业果呢，它是非有，并不是无，但是无和非有，它只是我们字面上面呢不同之外呢，但是你真的去寻找它的意思的时候呢，其实无和非有这两者呢，它都是没有的，这个形象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一般会讲述到说无和非有呢，就是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在讲无的时候呢，它是直接显示了无，但是在讲非有的时候呢，它并没有直接显示无出来。所以有的人会用这样的差异呢，他说他所支持的呢，只是说业果呢，就是诸行呢，它是非有，并不是无。那这个呢，它其实是没有差别。因为说诸行是非有，跟业果呢不存在的意思呢，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宗喀巴大师呢，他在抉择就是见解的时候呢，无论说他是抉择唯识派的见解，或是抉择中观派的见解，在抉择见解之前呢，就是一定要先认明所破，就是透由认明所破之后，认识所破之后呢，然后才来抉择这一派的究竟的见解。那其实呢，就是无论说是四部宗义哪一派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们都承许呢自己呢所支持的是中道。那乃至于说是以下部宗加上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宗呢，他们也承许自己是中观师。为什么他承许自己是中观师呢？因为他们会承许他们自己的见解呢，也是离开了长边和有断边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见解呢也是处于中道，所以他们也承许呢自己是中观师。同样的呢，无着菩萨呢，他在造菩萨地论的时候呢，那开头也有讲到说呢，
他现在所抉择的这个见解呢，就是远离长边和远离断边的缘故呢，所以是他的这个见解呢是属于中观见，也就是属于中道见。那或者说呢，他的见解呢是远离了争议边以及远离了巡检边的缘故呢，所以他的见解呢是属于中观的这种见解，就是四部中义呢都会承许自己呢是中观师，所以自己是中观师最主要原因都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见解呢都是远离了断边和长边的缘故。这边呢就讲到说，为什么说他们的这个认知呢都是一样的呢？因为同样的呢，就是无论像是下部中，就以经部中或是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同样也承许说，直持身是长的争议，他也是这样子的认知，他也认为说直持身是长的争议。为什么认为说直持身是长是争议呢？因为声音它是无常，它并不是常，但是你把它不是常呢，直持为常的这个呢，就变成了争议。同样呢，他们也会认为说，业果呢，你把业果呢支持为不存在的这一种呢，就是损减。那刚刚讲到说，就是中文这样都是用毁谤的意思，都是直接用毁谤，就是说毁谤业果。他也是同样是讲说，你把业果呢支持为无的时候，认为业果不存在呢，这一种是属于的损减，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毁谤业果。所以如果说它的程序跟上部中不一样的话呢，那他就不用特别讲说就是将生值为常的争议，那就没什么好争议的啊。因为如果说生本身就是常的话，那就也没有什么好争议，就是因为生本身不是常，所以你把生非常支持为常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争议。那无论说讲说我们支持业果不存在的损减，或者说我们讲述的毁谤业果也好，那这种呢，都是因为说，如果说我们把业果呢支持为有的时候，那业果它支持为有，它本身就是有，也没有所谓损减不损减，就是因为它有，你把它支持为没有的时候呢，才会说它是毁谤或是损减的意思。所以以这一点来看呢，就是四部中义呢，对于争议跟损减的认知呢，应该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四百论云这个地方。那四百论云，一堕于恶趣，正见正即灭。是云，不善士夫闻无我法，由生毁谤，即起邪执，应堕恶趣。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四百论呢，四百论就是提婆菩萨所造的。那后面的这个四云呢，也是一样，是提婆菩萨呢他所造的，就是四百论的次世。那一般有人翻提婆，有人翻圣天，那都是指同一个，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呢，那就是圣天菩萨或是提婆菩萨也好。那这里四百论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一堕于恶趣。那会讲到一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一种呢会堕于恶趣的，有一种会堕于恶趣的。那这种是哪一种呢？就讲到说，一种会堕于恶趣，就表示有另外一种呢不会堕于恶趣。那会堕于恶趣的这种是哪一种呢？就是对于无我的意识呢，无我的这个意识呢，就是不善巧的这一些人，对无我的意识不善巧，就是颠倒去了解无我意识的这一些人呢，就是这边所讲的一这一种人呢，他会堕于恶趣。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无我呢是善巧的这一些智者，对于无我的善巧的这些智者呢，他是无导的呢去认识了这无我的这些意识。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一堕于恶法的一呢，指的就是指说颠倒认知了无我的这一些不善巧的人呢，那他们最后呢会堕于恶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呢，正见正即灭。那这个呢，在藏文里面呢，就讲到说呢，非愚正即灭。那我们知道说在，佛法里面用很多这个渔夫的意思呢，都是指说就是凡夫。那讲到说呢，非愚就指说不是凡夫的这些人。那什么叫做不是凡夫的这些人呢？就提到说他对于就是无我的见解呢，能够清楚了知的这些人呢，所以讲到说非愚。就是他能够完全了知，对于说无我的这个道理呢，他能够无颠倒去认知的这些人呢，那他会怎样呢？他会正即灭，他能够正得呢，就是涅槃，获得涅槃，所以呢，正见正即灭。那这边是直接翻成正见，就比方说他的见解呢是无物的意思。所以就讲说一呢，一堕于恶趣的这个一呢，指的就是说对于无我的这个道理呢，就是颠倒了知的这一类的有情呢，那他们会堕于恶趣。那正见呢，就是藏文原文就是无余，就是非余的意思。非余就是不是渔夫的呢，
非愚者，就是不是渔夫的，不是凡夫的这些有情呢，那指的就是说他对于无我的这个道理能够无导的了知，毫无错灭了知的这些有情呢，他能够证得极灭。那这边世云呢，这个世呢，我刚刚说是提婆菩萨的字是不是这个世呢？四百论的这个解释是月生菩萨所造的，这个四百论的解释是月生菩萨所造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月生菩萨呢他所造的解释呢，接下来呢，就是在解释里面呢，月生菩萨所造的解释里面呢，他是如何去解释的呢？就讲到说，不善士夫，就是刚所讲到的呢，就是一堕于恶趣，堕于恶趣的这些是哪一些人呢？就是不善士夫，就是对于空性的见解呢，就是不善巧的这一些人，也就是讲到说，就是对于空性道理不理解的这些人呢，那他听闻到无我法的时候呢，听到无我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他会升起就是毁谤以及升起邪执，因堕恶趣。那这边毁谤呢，还有邪执呢，提到两者。毁谤呢，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这边最主要就是说，对于哪一些有情呢，可以讲说，是可以讲述空性的这些法器。因为如果说你对一个非法的法器讲述空性的时候呢，他听闻到我法的时候呢，会产生两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升起毁谤，毁谤就是他直接不承许说呢，空性呢是存在的，他直接不承许呢，就是地时不存在呢，这个东西是有的，他完全不承许这一点。那这个是所谓的毁谤。那起邪执呢，就是说他虽然呢承许就是空性，他虽然说承许空性的存在，但是他在理解空性的时候呢，他又去颠倒的认知。那无论说你完全不承许空性，或者说你对于空性呢升起这种颠倒的认知呢，那呢都会堕落于恶趣。那所以呢，说比二种俱堕恶趣。那这边讲的二种呢，是指说后面所讲的这个，就是无论呢你对于空性呢是对于不承许，或者说你虽然承许空性，但是呢你对空性的内容呢是颠倒认知，这两种呢两者都会堕落于恶趣。那这边讲到的毁谤是说完全不承许空性。那邪执呢，就讲说如何是颠倒的执持呢？就谓执空性为非有义，那就是执持空性呢，它呢是没有的这种意识的呢，叫做邪执者。这里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呢会提到说呢，就是地时存在呢？为什么会有些会承许到地时存在呢？就像以世尊来说呢，就是世尊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说，世尊有的经典里面呢，它很清楚的就显示说呢，一切法呢是地时存在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讲述说一切法是地时存在的呢？因为世尊呢，在对于这一些应机的这些外道徒呢，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呢，他要先把他们引入佛法的大门里面，所以要先服顺他的见解，只要跟他说呢，一切法呢都是地时存在的，因为他只要听到说一切法都是地时不存在的时候呢，他可能直接呢就对世尊呢就是去毁谤世尊，那他一辈子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屈辱于佛法，但是一开始呢先跟他说一切法呢是一切法即是地时存在的时候呢，那他把这个道理听进去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学习之后呢，那他可以渐渐的先断除就是常依自主的我，然后呢再断除掉就是真实独立的实体的这种我，然后一步一步的升上。所以呢，世尊为什么一开始会讲说一切法呢？自性成立呢是有其密意的。那同样的呢，以中观派来说呢，那中观派呢也是承许说，在四谛法轮的时候呢，世尊也是讲到说一切法呢皆是地时成立。那为什么说世尊要在一开始讲到说一切法呢都是地时成立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有情呢，他如果一开始你跟他说地时不成立的时候呢，就是顿根的有情刚听到一切法都地时不成立的时候呢，他也会觉得说这个见解呢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他可能会产生毁谤见解的邪见。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这些顿根的有情呢，所以先宣说了就是一切法呢皆是自性成立。所以呢，世尊才会在经典里面讲到说呢，比丘或是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境。就是对我所讲的这些法呢，你并不是只升起信心就去相信，而是你要透过呢理路去抉择。那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去了解呢我所说的这个教法。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这边呢就讲述到说，这里讲到说，我们对于就是不善士夫，就讲到说，对于空性呢，就是不善巧的这些士夫呢，分为两者。那一个呢，就是直接毁谤，就是
不承许呢就是业果的不承许空性成立。那第二个呢，就是假如说他虽然承许有空性，但他对于空性的理解呢是错误的，就是颠倒的认知的这一种呢。那什么叫做颠倒的认知呢？颠倒认知就是说，他听到说一切法呢都是他虽然承许空性，但是他觉得说一切法虽然有空性，但是一切法并不是谛实不成立的，因为一切法谛实不成立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没有，一切法皆成为没有。那这种呢，在广论的就是毗婆舍那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在证明所破的时候呢，有讲到说所破太狭，还有所破太过。那像这种认为说一切法皆谛实不成立呢，就表示一切法都不存在的这种呢，就是属于所破太过。最后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做一个总结呢，就讲到说，由是若无简则最为细义之慧力，妄执为有，于不是自机之其身译文，强作甚解，必当引申重大非议，故于此处应即慎之。那就讲到说呢，如果呢我们本身呢并不具备了就是去抉择、去检择空性的这一种细微的这种智慧，也就是说呢最锐意的这种智慧，就是立根的这种智慧呢，去检择这种最细微的这个它的差别、空性的差别的时候呢，然后妄执为有的这个意思呢，这边指的说就是会升起一种我慢，然后虽然自己不懂呢，然后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的这一种呢，就是妄执为有，就是把自己呢升起这种不懂，然后好像很懂的这种我慢的时候呢，然后于不是自机之其生译文，就是对于自己根器呢不符合自己根器，就是自己不具备抉择空性的这种根器，但是呢，因为升起我慢的缘故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应该很清楚的了解这里面所了解的、所解释的内容，所以对于空性所表达的这种甚深的文意呢，然后强作甚解。那这边强作甚解呢，在上文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提到说，就是这一种颠倒的这种甚解，就是你对生译文呢，然后你颠倒的呢去做理解，然后呢，如果这样子去做的话呢，就是对于不符合你根器的这种空性的道理呢，那你硬呢要用你自己为弱的这种慧力呢去做解释的时候呢，并当引申重大非议。那这边讲的重大非议呢，就指到说后果呢就会堕入于地狱，就符合上面400论跟400论的解释里面所说的，就会堕于三恶趣，故于此处应即慎之。所以呢，对于说我们在抉择空性道理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接下来呢，就问到说，就是问何种机，就是哪一种所化机呢，可说空性？那何种人呢，不应该说空性？此即难觉之，谓以何方便能了之也？那这边呢，就是真正进入到就是我们这个科判的，就是主要的内容。因为这个科判主要就是在问说，就是什么样的有情呢，可以对他宣说甚深的空性？就是哪一种有情呢，才是能够听闻空性的这种所化机？所以就问到说，哪一种有情呢？我们是可以对他说空性的，哪一种有情呢？不能对他说空性的，此既难决定。为什么是难以了知的呢？因为我们并不具备了就是他心通，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其他有情心绪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因为不具备他心通的缘故，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了知到说哪些是可以说对他宣说空性，哪一些呢是不能对他宣说空性的呢？能够有什么的方法呢？为以何方便能了之？就是透有什么方法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可以对他讲说空性，还是说不能说空性的？那这个时候就回答到说，由外相状即能了之，就提到说，透由牲口的这个行为，或是牲口的所显示的这种征兆呢，那我们就可以了之。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就是入中论根本颂的地方，所以讲到说，由一生为闻空性，内心烁烁发欢喜，由喜引生泪流注，周身毛孔自动数，彼身已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气，当为彼说圣义谛。那其圣意象如下说，那就是进入了根本颂的部分。那所以呢，这里就解释到说呢，就是诸一生初发业时，无导听闻空性言教，若彼闻已于此言教，内心烁烁引发欢喜，由此欢喜流泪毛数。那就提到说呢，就是一生呢，就提到说是凡夫，就是说这些凡夫呢，
在最初呢，他听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他听到这种就是无物的空性道理的时候呢，听到这些言教，然后听到这些讲述的时候，听到这些教授的时候呢，他听闻到了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内心自然而然呢就发起了这种无上的欢喜。这边讲的欢喜呢，就是特别的这种欢喜，很特殊的这种欢喜。那而且不是一次，是再再的呢，会引申内心这种殊胜的欢喜。那因为这种殊胜欢喜的缘故呢，那他会欢喜到就是产生就是外貌的，就是像是流下眼泪，以及就是汗毛直竖的这一种。那透由这种外在的相状呢，就能够知道呢，这个人呢，他是有正觉慧、无分别智种，他是具备了就是正觉慧、无分别智的这种种子。那我们讲的无分别智呢，通常讲的就是对于说历史不成立的这种无分别的智慧的种子。所以讲到说，所以透由这种外貌的相状呢，因为他内心非常欢喜的缘故，然后欢喜到会流眼泪以及汗毛直竖。那透由这种外在的这种相状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呢，他的心绪是具备了就是正觉慧无分别智的这种种子。那这种种子呢，就是呢通达空性的这种种子，就是能够通达空性的种子。所以呢，就想要说呢，具备这样子通达空性种子的这种人呢，那就是呢阿舍里呢可谓宣说真实义的法器，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善知识呢这边的阿遮里，就是我们阿遮利，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阿舍里或是善知识，就是善知识呢可谓这种人呢宣说真实义，就是宣说空性，宣说圣义谛的这个法器，所以呢当为此人宣说真圣义谛。那圣义谛的形象呢，就是下面呢会广说，就是对于哪一种人可以说呢，就是他符合了，就是他的内心呢，在最初就是出发一直讲说他初次听闻或是刚听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呢就会无比的欢喜。那因为无比欢喜的缘故呢，他的外相呢会显现出流泪或者说汗毛直竖的这种人呢，那就可以呢为他宣说真实义的这个内容。那就想要说呢，对于这种人呢，可以舞蹈的为他宣说就是圣义谛的道理。那圣义谛的形象呢，到后面呢就会广说。那这边呢就是想要说，此等相状要由舞蹈听闻空性言教及听以了解之所引申。那这边所讲述到的呢，就是说他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宣说的这个善知识呢，它本身呢要能够舞蹈的呢去宣说空性的言教，所以呢要有舞蹈听闻空性言教的时候，你要舞蹈听闻之前呢，一定是比方说要有一个能够舞蹈宣说的一个善知识。那透有舞蹈宣说的善知识之后呢，那听闻之后呢，这个所听的这个出业行者呢，他本身除了听闻之外呢，他要能够无误的去了解，就是这两者呢，就是即听以了解所引申，就是这两者要合，就是讲的人要舞蹈讲说，舞蹈讲说之后呢，听的人也要舞蹈的去理解，就是要这两者呢，这两者合之后呢，然后才能够呢，才能够去引申出就是圣义谛的去了解圣义谛的这种形象。那如果说呢，若闻而未解，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个舞蹈去解释空性的这个善知识呢，他讲了之后呢，就是听到的这一个人呢，他听闻的这个行者呢，他听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舞蹈的了解，或者说呢，他能够舞蹈的了解，但是听了之后呢，无比相状。那无比相状就是说，他听了之后呢，内心并没有烁引发这种殊胜的欢喜，然后也没有因此而流泪或是汗毛直竖的时候呢，虽不知是否为甚深法器，那这个时候就看不出，从外貌就看不出来，他是否呢是一个能够听闻空性的这一种法器，能够听闻甚深空性的法器。这个时候呢，我们暂时无法去知道说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法器。所以呢，这边讲说呢，虽暂不知是否为甚深的法器，虽然说从这边呢看不出来说他讲说者舞蹈的讲述空性的道理，那听闻的人他也舞蹈的了解了空性的道理，但是他外貌呢并没有显示出这种就是汗毛直竖，然后欢喜到眼泪流下来的这一种呢，虽然说不知道他是否是甚深的法器，但是呢，他如果呢能够不违背善知识的教戒，然后呢对于善知识所说的这些呢，他能够如实去行持的话呢，那这种呢，他是虽然说不知道他本身是否具备了就是空性
通达空性的这种种子，但是呢，它就是堪为就是心植入就是通达空性功能的这个法器，就是它可以为他心种下一个，让他对空性呢留下一个深厚的习气。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两种，就是哪两种人呢是能够堪为就是听闻空性的这一种文气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最好的呢，就是他透由就是善知识舞蹈的宣说空性，然后舞蹈的听说空性，听闻了空性之后呢，他自己能够舞蹈的了解，然后能够所引申，即听以了解之所引申，引申是出什么呢？就是引申出就是这种外在的这种相状。那外在的相状呢，就是因为内心呢烁烁欢喜的缘故呢，然后引发起流泪还有汗毛直竖的这一种呢，那就表示说他呢是具备通达空性的种子的。那这种呢是最好，就表示说他过去是呢曾经种下这种种子的。那这种友情呢，它是能够作为听闻空性的文气。那虽然呢不知道说他是否具备了这样子的听闻空，他是否具备了就是通达空性的种子，但是他对于善知识呢所讲的这一些呢，他都能够不违背，然后如实的呢，就是在希求空性的这个道理上面呢，他能够不断的去努力的这种人呢，那他也是堪为就是种下了一个新的习气。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两种呢，最好的呢是第一种，就是它能够显现外在的这种相貌。那第二种呢，就是它能够依照善知识的教诫呢，如实的去行持。那反过来说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善知识所讲的这些没有办法如实去行持的话呢，那就不用就是去为他讲述空性的这种道理，因为这种人呢就不堪为文气。所以呢，在这边第二个科判呢，最主要是讲是说，能够听闻呢，就是甚深意的这个法器，这个文气呢，它是要怎样的？那这里就讲，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有的人呢，虽然说上师呢，虽然上师呢，他舞蹈的呢去宣说了就是空性的道理，但是会有两种友情呢，那一种呢，就是他对于空性呢就是完全不承许，然后去毁谤空性的呢，这个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说他承许空性，但是他对于空性的道理呢是去颠倒执实的这种呢，就是会有这两种友情。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结合到，就是广论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听闻轨理的时候，讲到说断气三过。那断气三过最主要就讲述到说呢，我们要断除就是像气倒覆，或者说呢气不净，或者说呢像是气穿漏呢这三种过失。那以气倒覆来说呢，就是我们完全呢不承许空性的这一种，就是跟你讲再多，你就像倒过来的杯子完全听不进去，你就是觉得空性就是不存在的这一种的，那这一种呢，它就不堪为作为文气。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气不净，就是器皿如果不干净的话呢，那其实听了呢反而会有过失，就如同说，虽然说呢宣说的上师呢，他舞蹈的讲述了空性的道理，但是我们颠倒的去了知的话呢，那这种就是属于气不净。那第三个呢，就是气穿漏呢，气穿漏就如同最后这边所讲的呢，就是我们听闻了呢，然后也了解了空性的道理之后呢，但是呢，我们却不照着善知识的教诫呢，如实的去行持。那这一种呢，就是如果不违背，就是如果违背善知识的这种教诫呢，不好好去行持的话呢，那其实这种呢也是属于不堪为文气的一种。所以这边呢，这个科判呢，我们可以和广论就是断气三过的内容呢来做结合。那所以呢，这个科判呢，我们来做一个收摄的话呢，最主要呢就是要如同呃月生菩萨呢他所讲述的这些道理，就是我们呢就是要好好的呢去理解到说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那就像这里所说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们不晓得是我们听到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是否会产生这些相状，那这些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那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呢，就是最后面这里所讲到的呢，就是不为善知识的教诫，就是如此呢，透由善知识的教诫呢，然后好好的去行使，好好的听闻呢，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下手点。所以决定我们能不能成为可以堪为听闻空性的所化机，最主要的呢，就是透由好好依止善知识的教诫呢去做，就是在这一点之上呢，我们可能呢就是堪为就是心植入通达空性种子的一个法器。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下一个科判呢，就讲说说后引发功的，就是对这些堪为听闻空性的这些文气讲说空性之后呢，那会引发怎么样的功德？那这就是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做解释。